觉寒，大人囡仔要出门，拢爱穿袖啊。尤其是大人伫开讲第二天上班的心情，就甲天气共款乌阴啊乌阴。透早上低温出现伫桃园，敢若12度2，因为东北季风影响，规工拢是湿湿兼凉凉的天气。各地的温度比昨天来的转冷许多，尤其是北台湾地区，高温会比昨天下降6、7度之多。降雨主要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，雨量多。冷空气落南，水汽慢慢的减少，因各地气温依然真有感觉。北部较寒，气温差不多13度，较快所在有可能搁较低。中部同款偏冷，气温是13到15度。南台湾较热情，高温有到26度。东部地区早暗的温差嘛真大。这波冷空气会影响到拜四。在我们的上游区，又会有另一道锋面逐渐的形成。这道锋面在下星期天会就逐渐接近我们，可下星期天到下星期一，中部以北、东半部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又开始会有降雨的几率。气象局提醒讲，沿海加离岛有可能有9级到10级的强阵风这些阵。后一波的方面，若是温度有够低，水汽有够，后礼拜一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。好年想要好好乘风风调雨顺，外套都爱穿好，雨满雨伞会记得扎，唔通去感到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